你真的会带妈妈去看病吗？不管怎么说，她也是我妈妈呀。只要你能够答应替我结婚，好好听我的话，我一定会带她去看病。等我回来以后，我一定会让你和妈妈过上好日子。我答应你，但是你也要答应我，这段时间照顾好妈妈。没问题。不过你也得跟我约法三章。约法三章：第一，在顾家期间不能暴露你的身份；第二，不能跟顾西城假戏真做；第三，只要我回来，立刻调换回来。你放心吧，这些东西我都不稀罕，我只是想让妈妈早点醒过来。希望你能够记住你今天说的话。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怎么替我去结婚啊？这个钱你拿着，置办几件像样的衣服。记住了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何锦熙。但愿贺锦熙说的是真的，不知道能不能真的治好妈妈的病呢？希望他们快点回来吧。少爷的电话一直没人接。这孩子，今天结婚，昨天晚上还出去喝酒去，连个人影也找不到。再继续打。是。关机了，关机了。那今天的婚礼啊，只好取消了。这不合适吧？等一下！既然顾小姐来了，我们就开始吧。等一等，不要废话，不就是想要这个吗？给你就是。老夫人，媒体那边我已经派人要求他们封口了。您放心，今天的事情不会有不利的消息放出来的。嗯，这孩子真是太不像话了，结婚这么大的事情他当儿戏。幸亏处理得及时，要不然啊，我们顾家明天就要成了全城的笑柄了，说不定公司的运营啊还要受到影响呢。这个您不用担心。今天到场的客人，我都逐一打过招呼，不会有事的。他人呢？少爷说今天新婚要跟朋友们庆祝庆祝，出去了。出去了。昨天晚上做了个梦，我走进撒哈拉沙漠，空无一人站在太阳下。
怎么结束40天的折磨？头一转变成了绿洲。彩虹下有一棵大树，大树上有一个苹果。哎，哥，今天可是你新婚之夜啊，你玩这么嗨能行吗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我结婚就是为了我奶奶，我现在完成任务，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一定要撒开了玩，不醉不归。等桂山回来敲门的话，我就告诉他我睡着了，听不见。如果他敢来硬的话，我就打死他。也不对啊，我现在是贺锦熙啊，那顾西城是贺锦熙的老公，我这么做的话，会不会破坏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？还有老夫人，老夫人要是看见了，该怎么解释呢？当初怎么没想到过这些事儿？现在我应该怎么办才好呢？西城昨天一晚上没回来。啊，是。孩子，昨天让你受委屈了。等西城回来啊，我让他跟你认错。没事的，老夫人，我没关系。少爷回来了。方叔，奶奶早。哎，昨天晚上你上哪儿去了？奶奶，昨天跟司徒有个聚会，喝的有点晚了。聚会？奶奶，我一晚上没睡，我先上去睡一觉，有什么事儿起来再说。你回来！哎呀，我差点忘了。奶奶，不好意思啊，方叔，茶呢？快快快！锦溪啊，你现在是我们顾家的少夫人，今后你要照顾好、管好西城，明白吗？我明白了，老夫人。豪门媳妇不好当啊，贺锦熙可真惨。你干嘛啊？别吵，别吵着我奶奶，把门关了，窗帘拉上，我要睡觉。你赶紧把衣服穿上，我有件事要找你聊一下。这是我的家，我穿不穿衣服是我的自由。可是你不穿衣服，我怎么跟你说话呀？哟，都嫁到我们家了，还装清纯呢？行，我让你一次，有什么话快说，我要睡觉。
是这个样子的。虽然我们2个人已经结婚了，但是呢，之前并不熟悉，对吧？所以我想跟你商量一下。我们俩，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你嫁到我们顾家，不就是为了我们顾家的钱吗？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个婚，我是为了我奶奶结的，我是不想让她老人家太失望。所以结婚之后，我也不会尽什么丈夫的义务。说的难听点，咱们只是名义上的夫妻，我还要找我自己的真爱呢。我说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？有钱了不起吗？我才不稀罕跟你发生关系呢。太好了，有你这句话。把这份合约签了。第一，女方不得干预男方的私生活；第二，女方不得强行要求同床共枕；第三，女方只具有顾少夫夫人的身份，但是不具有任何实质的权利；第四，行了，别看了。既然你不想跟我上床，就把合同签了吧。你这个分明就是霸王条约，全部都是约束女方的。那么男方呢？你放心，我是绝对不会看上你的。把合同签了吧。哼，你这个是不平等条约，我拒绝。那你要是不肯签，就是对我有意思了，想跟我上床了。你放心好了，我对你一点想法都没有。那太好了，这件事先不要让我奶奶起疑心。我们暂时睡一间房，但是你不能睡我的床，你睡沙发。女士优先的道理你不懂啊？要睡是我睡床，你睡沙发呀？这是我的房间，凭什么你睡床啊？再说从小到大我还没睡过沙发呢。那我也不是睡沙发长大的呀。好，我再让你一次，床一人一半，但是你不许性骚扰我。这什么鬼？分床神器。神经病！操你！喂，最近有什么情况没有？陆安，你可是收了我的钱的人，有什么情况立刻向我汇报。4个4，4个5，4个5，开，开！有，可以呀！哎，我说西城啊，你这结没结婚没啥脸样嘛？啊，老子不管你吗？他怎么能管得住我啊？该怎么玩怎么玩。好，我就喜欢你这种男子气概。洗澡，再来一把。郎，娜娜，咱们今天晚上去哪儿呢？猜。那咱们就去喝酒。来，喝酒。娜娜，你叫 Nancy， 来，干杯。这2天你感觉怎么样啊？有什么想说的没有？老夫人，我觉得挺好的。你是感觉挺好的，可是现在你们已经结婚了，西城每天晚上还在外面乱跑，你想过没有？为什么？这个，我别这个那个的。既然你现在是我们顾家的媳妇儿，你就得要尽到责任。对西城，你不能再这么放纵他了。如果你要尽不到自己的责任，那我就要考虑，是不是换个孙媳妇儿了。顾总，这个是今年上半年的年度报告，您看一下，以后签个字吧。我知道了，放这儿吧。哎，等等，帮我去花店订2束花。哦，好的。是给总裁夫人吗？1束给安娜
一束给米线好。快去啊！哦，知道了。喂，苏小姐吗？怎么办呀？我根本管不了顾西城啊，真麻烦。这样不是挺好的吗？他玩他的，我也轻松。可是我要是不管，会不会被顾老夫人赶出去啊？那不就是破坏了贺锦熙的婚姻？贺锦熙，妈妈怎么样了？你放心吧，妈的事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你只要听话就行。我听说顾西城现在还跟那些小嫩模呀、小明星呀来往，是不是？你是怎么搞的？这个人我根本就管不了，他每天根本就不在家待着，又不听我的。我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方法，必须让他跟那些女人断了来往。还有，你给我记住，你不许跟他上床。像顾西城这样的男人，也就你能把他当个宝。喂，医生，我想问一下，我的预约时间能不能提前？不太好，还得等几天。还要等？能不能尽快？你觉得我穿这件怎么样？你今天能不能不要出去玩？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？我不出去玩，我干嘛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每天都出去玩，晚上不睡觉，对身体不好，对不对？在家睡会儿觉多好啊！你是不是对我有想法？我不出去干嘛？在家陪你啊？咱们之前可是说好了的，结婚之后谁也不要干涉对方的私人生活。谁想管你了？我才用不着你陪呢。就是你，你可以在家陪陪老夫人吧。哎，我没结婚之前，我奶奶没说过要我陪她呀。你想让我在家陪你吧？想让那就直说呀。顾西城，你少臭屁了好不好？我告诉你啊，你每天都不回来，我才高兴。好啊，那不更好了？那么请你出去，我要换衣服。喂，怎么着？女孩们都到了？太棒了，让他们再等一会儿，我马上就到啊！今天晚上我要来个饕餮盛宴啊！大嫂，大嫂请坐。大嫂，来人，上场！啊，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一点儿都不客气。这好像就是你自己家啊。对不起，大嫂。那个，看样子你好像经常来家里玩吧？那你跟西城应该是好朋友。西城是我大哥，所以您是我大嫂。见过大嫂。对，你说的都对。那个，既然你们是好朋友的话，我能不能偷偷的问你点事儿？是关于他的。对。大嫂尽管问，我就是个吃里扒外的货。太好。那个，我就是想问一下，顾西城身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朋友？特别的朋友？怎么个特别法？就是说，哎，说出来不怕你笑了。就是我发现他对女人好像一点兴趣都没有。怎么可能？顾西城就喜欢泡女。嫂子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西城吧，他和那些女子只是玩一玩而已，从来不会动真情，真的。从来都不会动真情。从来不动真情。走，
那信我认识他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见过他和任何一个女人过过夜。完蛋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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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跟他结婚这么长时间了，他对我一点兴趣都没有，每天只喜欢和你们在一起玩。然后我……大嫂，我毕竟不是情感方面的专家，所以说我觉得可能他是不是有点太腼腆了？你不要再替他打掩护了，我知道你们是好朋友。实话跟你说吧，昨天晚上他做梦，说梦话我全都听到了。他梦里一直在说什么硕什么什么硕，所以我今天就是特别想问一下，你们周围到底有没有一个人叫什么什么硕的？硕啊，硕让我想想，硕哪个硕？你叫什么呀？硕，他在叫谁？等很长时间了吧？啊，走走走，快点起来，走了。干嘛呢？你跟他聊什么了？没聊什么。啊，这位就是你最好的朋友吧？那当然了，我最喜欢硕了，是吧？走，快点。好，走。我们是不是走的有点太近了？咱们从小到大都走这么近。跟我斗。